你有冇過咁樣嘅經驗？同樣一個地方，心情好嘅時候覺得處處都美，心情唔好嘅時候卻覺得邊度都唔順眼。其實呢個正係維摩詰經佛國品第一想要話俾我哋嘅深刻道理。經文中有一段好有意思嘅對話，當舍利弗睇到呢個世界充滿咗沙石瓦礫，覺得好不正嘅時候，佛陀卻話：眾生罪故，唔見如來國土嚴淨，非如來救。舍利弗，我此土淨，而汝不見。呢句話直接點出咗一個關鍵，我哋睇到嘅世界其實係內心狀態嘅投射。當我哋嘅心被貪嗔癡所蒙蔽時，即使身處淨土，亦都會睇見荊棘沙礫。當心靈清淨時，同樣嘅地方卻呈現出珍寶莊嚴嘅美好。呢個讓我諗起現代心理學亦都常講，我哋嘅情緒同認知會影響我哋對外喺世界嘅感知。但係佛法告俾我哋嘅更深一層，唔止係感知會改變，實相本身就係由心所現。呢個時候，羅極梵王出嚟為佛陀作證，佢指出舍利弗心有高下，不依佛位。呢句話真係好值得我哋深思。乜嘢係心有高下？就係我哋習慣用分別心去睇世界，總係喺判斷好壞、高低、正位。真正嘅覺醒者唔會因為外在環境嘅好壞而動搖內心嘅平靜。佢哋培養出咗對一切眾生嘅平等心，唔再用二元對立嘅思維去分別萬物。當我哋學會超越呢種分別心時，自然能夠睇見萬事萬物本有嘅清淨本質。就好似心經裏邊講嘅不垢不淨，一切法嘅本性從來就冇真正嘅清淨或者污穢之分。呢啲都係我哋心中嘅概念分別咁。當我哋放下呢啲分別執着，用平等心嚟看待一切時，世界就會呈現出完全唔同嘅樣貌。其實每個人嘅佛性本來就係清淨無染嘅，問題在於我哋係咪有智慧去認識佢。經文用咗一個好貼切嘅比喻，就好似日月本身清淨明亮，盲者睇唔見並非日月嘅過錯。我哋嘅真如本性從未被污染過，只係被無明煩惱所遮蔽。就好似烏雲遮住咗太陽，但係太陽依然喺嗰度發光發熱。修行嘅過程其實就係一個撥雲見日嘅過程，唔係要創造乜嘢新嘅嘢，而係要去除嗰啲遮蔽我哋本性光明嘅障礙。呢個道理喺奇蹟課程中亦都有類似嘅表達。佢話我哋本來就係完美嘅，只係忘記咗嘅啫。修行就係一個記起嘅過程，記起我哋本來嘅清淨與圓滿。當我哋真正明白呢一點嘅時，對自己同他人都會更加寬容同埋慈悲。咁點樣先至能夠睇見呢個清淨嘅佛土呢？維摩詰經話俾我哋聽，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，心心清淨，依佛智慧，則能見此佛土清淨。呢度提到咗幾個關鍵要素。首先係對一切眾生嘅平等心，不管對方嘅身份地位如何，都能夠用同樣嘅慈悲心對待。其次係心心清淨，呢個唔只係表面嘅行為，而係內心深處嘅真誠與純正。最重要嘅係要依佛智慧，亦就係要學會用佛陀嘅智慧嚟看待世界。當我哋學會放下成見和偏執，培養慈悲喜捨嘅菩薩心腸時，自然能夠體驗到當下即係淨土嘅殊勝境界。呢個唔係乜嘢高不可攀嘅境界，而係每個人都可以透過修行嚟體驗嘅。佛陀嘅教化方式亦都好值得我哋學習。佢會根據眾生嘅根基同埋需要，示現不同嘅教化方式。有時顯現莊嚴淨土嚟啟發嗰啲向往美好嘅心靈，有時示現為惡不淨嚟警醒嗰啲沉迷於物質享受嘅眾生。呢種善巧方便體現咗無條件嘅慈悲，就好似一位慈愛嘅父母會用唔同嘅方式嚟教導唔同性格嘅孩子。呢一提醒我哋喺日常生活中亦都要學會因人而異，用最適合嘅方式嚟幫助他人。有時候我哋需要溫柔嘅鼓勵，有時候需要嚴厲嘅提醒，有時候只係需要靜靜嘅陪伴。真正嘅慈悲唔係一成不變嘅，而係能夠隨機應變，俾對方最需要嘅幫助。最後，經文中有一個非常震撼嘅場景，當佛陀以竹子按地嘅時候，3000大千世界立即顯現珍寶莊嚴。呢個唔只係一個神蹟，更係一個深刻嘅象徵。佢話俾我哋聽，淨土不在其他地方，就喺我哋嘅心中。覺悟嘅當下，平凡嘅現實即刻轉化為神聖嘅淨土。呢個提醒我哋，修行嘅目標唔係逃離現實，而係喺此時此地就能夠體驗到生命嘅圓滿同清淨。當我哋真正明白呢個道理時，就唔會再到處尋找乜嘢理想嘅淨土啦。因為淨土就喺當下，就喺我哋嘅心中。只要我哋願意清淨自己嘅心靈，培養智慧與慈悲，隨時隨地都能體驗到淨土嘅美好。咁樣嘅生活
先至係真正有意義嘅修行生活。願你喺接落嚟嘅日子裏邊，能夠用清靜嘅心嚟看待呢個世界，體驗到當下即係淨土嘅殊勝境界。